即將要 check in，有冇咩諗法？哇！一陣應該去玩啲咩？咁陣要 check in 啦，有冇咩諗法？電影院有冇咩感想啊？有啲少少激動啊！即將準備出發啊！個 passport 應該點擺啊？Hello，你搭咗幾耐啦？飛機已經好一陣。我哋而家就有個幾鐘就到咁葉出現就會介紹下我哋個早餐。係啦，我教佢哋咧。好，首先份早餐就有呢、一個生果同埋有呢個 yogurt， 跟住佢有得揀嘢飲嘅，揀咗呢個茶加奶啦。好，跟住就係呢度強劑同蛋。咁呢份早餐總體嚟講係簡單，但係飽腹感強嘅，而且質量都算 OK。乜人啊？第一個景點，即係嗰啲咧，即係望住前面啊嘛。喂，得啦。即將進入猶太人歷史入邊嘅第一個篇章，跟住落嚟會俾大家了解猶太人早期嘅歷史，同埋進入猶太人早期嘅城鎮入邊。呢一幅地圖顯示咗當時全球猶太人嘅分佈，前面係還原猶太人當時城邦嘅模型，後邊係大地圖。呢一間係早期猶太人城鎮入邊嘅小店。呢度係猶太人進行宗教活動嘅會堂。喺古代猶太教嘅祭祀儀式入邊，牛羊係常被用作祭品嘅動物。六角星係最具代表性嘅猶太教符號。埲牆上面顯示咗大部分猶太人被分成兩批，分別喺定居喺中東歐同埋伊比利亞半島，原因係俾羅馬帝國驅逐，史稱大流散時期。呢一啲係早期猶太人城鎮入邊嘅報紙。喺博物館入邊模擬出早期猶太人城鎮嘅街道同埋店鋪。呢個係電影院，入邊充滿住古時候嘅氣氛。呢度係一啲可以同參觀者互動嘅問答遊戲。喺牆上面投屏嘅畫面係當時十分具有中世紀氣氛嘅火車站。進入第二個章節。呢個係當時猶太人城鎮嘅地圖，兩邊有好多隔離區 ghetto。曼湖會議係納粹德國高層官員喺柏林曼湖舉行嘅一次秘密會議，屠殺猶太人嘅計劃。當時馬爾克幫助咗好多猶太人，佢哋匿埋喺華沙一處地堡入邊。後邊因為俾人告發，馬爾協德一家同埋呢啲猶太人全部都被德國人所殺。600萬嘅猶太人被殺害，其中包括300萬波蘭籍猶太人，大約佔波蘭戰前猶太人人口嘅90%。博物館俾我哋一次機會，身臨其境咁樣感受咗猶太人嘅歷史同埋苦難。從一開始嘅好奇，到中間嘅震驚，再到最後嘅沉重。歷史從來都唔係聽下就算。歷史需要被尊重，更需要被後人所銘記，以達到令世人警戒嘅作用。
博物館出邊係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佢係紀念喺1943年發生嘅華沙猶太區起義而建成嘅。再見，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整這個，鏟這個，哇！呢個咩嚟嘅？只有我試下。這個，啊，小白。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樣，上面應該是。這個想想我。So we're trying to look for, of course, on the IT. There are also many majors like, I don't know, cybersecurity, some data scienc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s. But the students choose it after the fourth semester. Okay, so we can see this corridor and we can return for the presentation. Okay, so maybe呢一張相定格咗一段沉重而又值得銘記嘅歷史印記。佢係發生喺1944年8月1日，持續到10月2日，歷時63日嘅華沙起義。畫面入邊嘅建築外牆斑駁嘅牆面上邊有一堆密密麻麻嘅彈孔，佢哋並非係隨意嘅傷痕，而係戰爭留低嘅殘酷印記。佢哋就係一個個沉默嘅證人，訴說住過去嘅硝煙同埋動盪，亦都提醒住我哋和平係幾咁得來不易。而每一個彈孔都係令我哋睇到歷史嘅控訴。喺我哋睇到呢一啲痕跡嘅時候，更應該反省自己，珍惜當下嘅安穩，銘記歷史，冇俾悲劇再重現。之後我哋去到咗從前華沙嘅猶太區入邊參觀，喺一片欣欣向榮嘅外表入邊，比從前都被曾經炸到成片廢墟。猶太人們曾經不滿被剝奪晒啲自由，喺猶太區入邊起義，而最後嘅結果係失敗嘅。呢個係華沙聖卡羅教堂，歐洲人們當時極為信仰宗教，就算當時德國人有先進嘅投彈技術，但係喺教堂附近一條街，德國人都冇敢投彈，以免誤傷到教堂。喺我哋準備離開嘅時候，竟然喺波蘭大街上面見到有中國車嘅廣告。近年嚟，中國嘅貨品憑借住出色嘅性價比，喺歐洲嘅市場經濟發展越發亮麗。以呢一個波蘭街頭嘅中國汽車廣告為例，中國嘅車企市場已經成功進入歐洲，可以見到中國貨品嘅競爭力越發強勁。Hello 啊，大家，啱啱行完波蘭大街，跟住就去食飯，但係呢次食飯好似有啲唔一樣喎。係啦，今次我哋食飯呢係會同一啲香港嚟到波蘭升學嘅大學生，向佢哋了解一下嚟波蘭生活同學習嘅經驗。好啦，行啦，各位。去一個冇壓力嘅地方，盡情釋放使你有嘅力量。好得，我開始咁你。現實空間擁有無窮面積，也出也落，星空降落，一幕又一幕如無生命必要重現，邊一幕最值得回味快樂？世世代代一個一個部落起落，邊度着落？降落福地，地球人已經忘記幸福，氣味太空旅程一步內，由呢度去到嗰度，兩個光線引導。同埋我自己都覺得，我喺呢邊讀書真係讀得好辛苦，因為人哋國家讀書係真係讀書，而且佢哋係會攞到一啲 basic knowledge，佢哋唔需要喺呢邊重新學到，但係對我嚟講，我就全部真係，我哋真係話你對 IT 有興趣嘅話，咁就不如趁而家，咁就趁呢啲時間攞去學一啲課程，攞去考一啲證書，嗰啲對你未來。細個嗰陣時，日日喺度發夢，老師話我長大之後一定冇用，你咁嘅態度，我戥你老豆老母陰公。但係今時今日，潮勢飛喺天空飛，飛到洛杉磯，飛，繼續超越自己，而家飛到邊度都似我屋企，同我之前啲老師我。到 Virginia。
個已經係強弩之末。於是喺1944年嘅夏天，波蘭地下軍為咗喺蘇聯紅軍到達之前解放首都、建立自己嘅政府，而發起咗對德國佔領軍嘅起義。一入到去起義博物館呢，喺右手邊嘅牆上就係一幅當時波蘭嘅視覺圖，可以見到碩大嘅波蘭國土，但係冇一處地方係有波蘭嘅標誌。而喺呢兩個強大嘅國家喺波蘭嘅領土上面進行鬥爭，而呢個正係華沙起義所存在嘅意義。若起義成功咗，波蘭唔單止可以更早從德國手入邊解放，並且喺二戰結束之後都唔使遭遇到蘇聯嘅高壓統治。只係可惜歷史冇如果，華沙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有20幾萬嘅波蘭青年遇難。雖然華沙起義失敗咗，但波蘭人高尚嘅靈魂同不屈嘅精神，令我對呢個民族多咗幾分敬佩之情。喂。嗰陣時已經係。喺最下邊。OK。哇！również rację.